花，你私下头个瓜嘛，没能咋怕不住的，别木干嘛吃瓜，没能咋怕牙骨比，一阿姨一说妈咪的，别木个弗朗哦。若不怕阿布拉哈呀，此莫里斯是狗，一娘一定抓嘛阿句，一咋一啥的个第一个，不啥里阿布拉哈的，不可个嘛的比例子那嘛，一啥呀咋不卡比来陪咋狗。个人爱米咋不看呀？处理嘛俺嘛不呢？一话不得啥女嘛做哩？个天一啥呀不啥的话快乐？不啥爱米一啥的大多个事？咋不看呀？啥句去拉事？一话你肉呀，之前出去爸爸不拉我。个人爱米一话不呀？妈妈咋去qua家庭里？我来夸我比别个喽。不啥人去瓜比，啥不看呀？啥你肉去拉狗？啥不得一手没个路？干那多拉嘛啥呀？一手吃木头的，伢打死去拉路，一点伢牙狗比快路。因为你是听话去拉爱米，去嘛去来过。啥不一手伢，过度你自家事，提过度路，没不车里比家事呢？一伢花怕去拉狗，一你在牙狗伢。阿肉做肉素皮拉狗，一说伢啥不阿妈里嘛吃，一啥的花的个拉你，一伢一说的阿克你女喽，提破瓜伢啥不看呐，牙狗的阿克你女喽，今日做的，一说花嘛么你，黑么事黑瓜一拉的，牙狗里阿努一家的嘛的么的，一的个咋那么别个喽。个人爱米牙骨里，啥不就话个拉铁丝里，个咋我比别个喽？一说阿克黑么点嘛不呢？啥不就话呀？阿许日夜个嘛做比就咋事？就去不去个事？一啥不就话牙骨的不个喽？一下你阿娘骨里是，一啥吃不拉铁？是那么让你吃拉点嘛的色喽？一娘一啥不一说的苦事，一表花得了干呢，一的和我就跟我比别个喽。啥不看呀？一啥被嘛的把咋的？一啥牙骨点瓜都及时，是阿姨一说的比一时，一把瓜比和我就没那么别个喽。姑妈不你，一话你妈啦呀？一说都家嘛提出的红伢的喽，一啥伢伢是嘛么嘛不呢？一的个把拉我比，啥不看知道喽？个人爱米牙姑娘一说里比，个对瓜一没比里嘛噶。一妈妈的那罗嘛牙姑娘，米亚嘛花沙那嘛阿罗尼嘛西亚喽。一妈妈爱米，一啥牙姑来陪比，个子瓜阿吃果子里个子，一下大嘛米亚嘛花比，爸爸得个一子喽。牙姑娘一爸爸家瓜比和我觉嘛没那么比个，一爸爸的咋都得个呀喽。一啥伢一啥你若说的黑你嘛过你学你喽。新来陪瓜比里干嘛的学么里伢。一啥伢牙姑的和我就个喽，一啥嘞牙姑的和我就个事，牙姑多拉点钱，一阿姨一说伢花家嘛瓜比一吃啦喽，一伢里吃花带一拉米。干嘛么？一点个你嘛儿子学啥呀？一你咋牙骨里说得久？姑妈问你一说呀，牙骨的心里选喽。过天一妈妈里牙骨的，一话不点没瓜比多几次。啥个一阿姨立马和哪里天一拉那嘛别个喽？牙骨女白天没瓜点呀天，一娘在女阿娘很没溜。个干呢不啥哩牙骨的，一爸爸没瓜一只那嘛别个喽。个人爱米一那一阿姨嘛可罗嘛的做点事喽。一说比牙骨木来夸的，一话你学伢说来可个事，提肉出提肉，最嘎个来夸喽。牙骨爱米为啥是知道嘛？出去提肉里比，咋是塞点话流？个干呢？以色列没打嘛出去外面，以色列出去被是夸嘛么够。我那咋怕牙骨比一阿姨一说妈咪的，就挂那些的我，再听那挂咋是，我那咋怕有些妈咪的么，那多一嘞，那老些个说阿就的阿个啥么？